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1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5篇，雅歌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听一心。基督徒拢应该知影。圣经将上帝甲世间人的关系，用夫妻的关系来做比喻。那既然是安尼，咱就应该更较清楚明白，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用听做基础。所以因为安尼，男女中间的爱情是非常自然的一项事。所以安尼讲，是因为有真侪人伫咧读旧约雅歌书的时阵，直接跳过，无就是讲有非常侪的批判。但是亲像圣经其他的教导共款，这是一种譬如式的教导，目的是要爱互人会通明白上帝的听。并且劝勉人回归伫正确迄个关系顶悬。这本被称作歌中的歌，或者是讲所罗门的诗歌。雅歌书第4章第1节到第8节，伊用大部分人丈夫的角度来讲着上帝对世间人的听。我的爱人，你真水，你实在真水。你的目睭亲像粉鸟蜜伫拍的内面，你的头毛亲像规阵山羊倒伫激烈的山坪，你的喙齿亲像拄剪毛规群的羊母，洗清气伫水里爬起来，逐只拢生相生，无一只拍损。你的嘴唇亲像朱红色的线，你的喙生做真好看。你的手鬓边伫拍的内面，亲像擘开的车流。你的颔管亲像大笔的塔，坚固好看，吊满勇士的盾牌。你两粒呢，亲像一对鹿仔，亲像鹿母的双生仔。伫百合花的咧食草，日亮亮影春长的时，我要去木叶的山，甲乳香的山头。我的爱人，你实在真水，无一点通嫌。我的新娘离开黎巴嫩，甲我做伙来去。对阿玛拉的山顶，对示尼尼。就是赫文的山顶，对西的赫，对巴大的山，赶紧落来。上帝这样听世间人，也就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的经文所讲的，上帝这样听世间人。God so loved this world。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节17节也保罗也安尼讲。愿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赐恁恩典平安。我时常为着恁地感谢我的上帝，因为伊通过基督耶稣赏赐恁恩典，互恁通过基督逐项得到富足，充满逐款口才甲知识。基督的信息已经伫恁中间坚固建立，互恁拢无欠什么恩赐，听候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显现，伊嘛会互恁坚固直到最后。伫咱的主耶稣基督日无通嫌，是上帝是信实的，伊呼召恁，要互恁甲伊的囝，咱的主耶稣基督结连。兄弟姊妹，我奉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劝恁大家讲话着一致，恁中间嘛毋通分裂，着团结，有相款的想法甲共同的目标，
我兄弟姊妹过来恁兜的人有对我讲起恁中间的纷争。我安尼讲是因为恁中间意见纷纷，有诶讲我属保罗，有诶是讲我属阿保罗，有诶讲我是属彼得，有诶讲我是属基督。